针对新疆和田市发生的警局遭袭击事件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7月19号反驳当局的说法，指出军方对手无寸铁的维吾尔民众发动镇压，开枪打死20人，并且逮捕了70人。热比亚表示，据他们从当地获得的最新信息，大约100名维吾尔民众在和田市聚集，要求当局公布在09年7月5日政府运动中被捕的家人的下落。中共当局派出了全副武装的军队和准军事部队，只是为了镇压那些集会的民众，然后冲突就发生了。此前，世维会发言人迪利夏提表示，是中共武装人员首先开枪射杀示威者，才导致维吾尔示威民众的强烈反抗。针对中共官方星期2的报道，定性这起事件为恐怖攻击事件，热比亚认为当局的说法歪曲事实。中共当局可能只是为了防止那些人举行抗议而动用军队镇压。热比亚要求中共当局停止这种对和平民众的恐怖主义行为，尊重维吾尔人的文化和民族特点，也呼吁西方国家的支持。新唐人记者考特综合报道。